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旧约申命记26章的第1节到第9节，以及15节到19节。旧约圣经申命记26章，咱所有的版本的页面看伫银幕。这是现着我来读。你已经到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作业的地承接来徛起伊。就对着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，将所收逐项起头熟的土产摕淡薄下伫橄内，去耶和华你上帝所要敬安置伊的名的所在，就去见当时做祭司的，大伊讲：我今仔日对耶和华你的上帝讲明，我已经到耶和华对咱的列祖咒詛。赏赐咱的地，这时就对你的手接迄橄内，下伫耶和华你上帝的单前。你就伫耶和华你的上帝的面前讲：我的祖是一个得要死的亚兰人，落去埃及架骹伫遐，人业少少，伫遐成做一个单搁强，人业搁济，埃及人歹款待阮。苦楚阮，用苦工教阮做，对迄粒阮哀求耶和华，阮列祖的上帝，耶和华听阮的声，看见阮的苦楚，阮的着磨，阮的压迫，耶和华就用大宽能的手，甲伸出的手骨，甲大通行的事，甲神迹奇事，带阮出埃及，搁带阮到即所在。用即个地赏赐阮，就是流奶甲蜜的地。第16节，今仔日耶和华你的上帝命令你行这个律例法度，所以你着尽心尽性即守来行伊。今仔日你承认耶和华做你的上帝，阮要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律例、诫命、法度，听从伊的话。耶和华今仔日也承认你做伊家己特别的百姓，照伊所应允你的，互你守伊一切的诫命，搁互你对治荣光名声尊贵，盘过伊所创造万国的百姓，互你归伫耶和华你的上帝做圣洁的百姓，照伊所讲的。以上，这是请蔡圣生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上帝国的经济学。啊，这咱拢是上帝百姓，的确，上帝呼召咱坐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伊，的确有伊极其丰盛啊！咱讲袂尽、算袂了的恩典，咱就用感谢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同心来祈祷。慈悲怜悯，佮疼痛阮的爸上帝，感谢你遮尔疼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为了你互阮所领受的一切，阮愿意搁一摆献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即时求你拍开阮的耳孔，也互阮的心会当安静来听你的话，互阮会当若有谦卑，也有受教的心，互你的话刻伫阮的心，搁安尼去行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啊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可能咱伫生活中间，就感受到过去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所面临的侪的挑战。咱嘛感受到，规个国家的经济好亲像停顿，好亲像有侪。互咱感受到压力，薪水无起，但是物价一直起。规个台湾的经济也面临一个真大需要来转型，还是需要来调整的一个时刻。所以咱讲到经济的时阵，咱着咧想经济就是资源安怎得到甲分配。咱讲到经济，还是这资源。有时你通常想到的不过是金钱，这物资，其实包括人力这个资源，也搁有咱的时间甲机会，拢真重要。
对我来讲，时间实在是真重要的资源。每一天的生活，总是感觉时间无够用。我毋知你感觉哪是时间伤过多，还是你感觉真正真无用？伫无用的生活中间，咱阁会当将时间来分别互上帝，会当将时间互别人，这嘛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因为互人时间，等于将性命互别人，所以互人时间嘛等于互别人机会。其实，做一个牧者，上需要的，嘛是会当明白上帝旨意。更较要紧，嘛是需要得到人听的鼓励甲支持。所以，咱来了解，你会当陪伴别人，你会当互因时间，这就是你愿意提出遐个听，互别人，嘛会当将你的性命甲别人三个分享。伫圣经内面嘛有指出，咱人类会去拄到丧凶、善恰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贫穷。上个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咱人无要遵趁上帝的话，以及咱犯罪的结果。申命记15章第4节，安尼讲。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即手来行，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这一切的诫命，就要伫恁的中间无丧凶人。甲边个讲，伫恁中间无丧凶人，因为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收拾你罪孽的地，耶和华要大大祝福你。伫圣经内底，我听到一句话讲：无丧凶人，无善恰的人，没有贫穷的人。这是上帝期待，嘛是上帝愿意互遵行伊旨意的国家，甲这中间的人民会当领受的祝福。经济理论无法度来解决人类丧凶的问题。所以，咱应该爱来认捌上帝国的经济学。咱愿意遵趁上帝的原则来改变咱丧凶的问题。所以我对3部分来分享，希望兄弟姊妹会当斟酌来听。第一部分就是咱的收入是上帝的祝福，咱做伙讲。是啦，既然是上帝祝福，所以为着这收入，咱来献上感恩啊！真侪人掠做伊得到这收入，是因为因真打拼、真努力的工作的结果。甚至真侪人有成就，得到这财富，伊就伫遮夸口伊有的成就啊！总是基督徒知影，所得到这一切，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所以摩西就教导以色列百姓：当恁进入迦南地了后，恁来过感恩敬拜的生活。咱看《申命记》今仔读的26章的第1节到第2节，安尼讲。你已经到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罪孽的地，来承接来徛起，你就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，将你所收的逐项起头色的土产摕淡薄下伫坑里。去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要敬安伫伊的名的所在啊！
这是上帝要赏赐伊的百姓，这个迦南地。咱的教会名叫迦南，这敢毋是一个老年甲美的地嘛？经过40年的旷野，咱伫迦南地伫遮已经50年啊，敢毋是？这也是咱感恩的时刻，也是咱搁一摆重新出发的开始。伫经济学的内面，土地是生产的天然资源。以色列百姓会当到伫迦南地来生活，并且得到特种的修行，这拢是上帝的赏赐。所以摩西就教导以色列百姓，爱学习感恩，爱奉献起头初熟的土产，将第一摆的修行拢归予上帝，归荣光予上帝。你想看觅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这个世界，伊将最的资源，予亚当夏娃，人类自开始就有经济的行为，总是亚当甲夏娃因犯罪堕落了后，互上帝处罚。若受赶出爱甸乐园，因要处着资源的方式，嘛有真大的转变。因为这个时阵人受着咒诅，要还要流汗，要还要家己拍拼，才会当得到食饱。当人堕落犯罪，撒旦魔鬼就亲像贼。来偷窃、来杀害、来毁坏，你甲规个世界受到污染，造成人想要去贪，迄个贪就造成贪婪，去偷，就想要摕迄个不应该摕的物件，偷窃甲贪婪的行为，就进入这个世界。我看新闻，侪人就去卖场。伊毋是无钱啊！我阁看到最近写台湾的观光客，一寡女的走去迪士尼乐园啊，咱就去嘛，甲人摕物件。啊，最近去卖场，一寡遐药妆店，就去嘛是摕物件，偷窃、贪婪，这种的行为就进入世界，进入人的心。对伫资源，咱摕迄个无应该摕，总是应该互人的，应该爱互上帝，却毋肯摕出来。这就是人因为罪受咒诅的结果。所以摩西教导百姓，爱向上帝献上第一年初熟的土产来诚做感恩。你想看觅？当你得到第一份的工作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捌对上帝献上感恩的？来承认伊是你得到福气的源头。我伫南港教会服侍，旧年教会一位青年，一个女青年，大学毕业。伊找3个月，找到第一份的工作。我想讲，因为我有教导做遮个青年，我想讲伊应该就会晓来1/10的奉献。我无拍死，我看见伊的奉献，伊将第一个月。伊全部的收入，无留一角，无留一銭，全部献予上帝。伊无规着家己，初熟的果子献予上帝，诚做伊的感恩。我大大为着伊来欢喜甲感谢。
大大为着伊来祝福。我甲咱讲，生命会影响生命，生命会改变生命。阿们。所以你要认定，上帝是祝福予你的上帝。所以咱要常常感谢伊，归荣光伫伊。搁续来，我要讲，上帝保守咱的机会，咱做伙讲。是啦，有时咱有机会，但是机会一直无去。咱定定讲一句，早若知，金钱学得买，早若知啊，敢毋是？因为你失去足侪机会，但是你牵着伫主，上帝要保守你的机会。申命记26章第5节，当以色列人将初熟的土产交予祭司的时阵，因个别信仰安尼讲：我的祖是一个得要死的阿兰人，落去埃及架骹伫遐，人也少少，伫遐佫成做一个大国强，人也佫较侪的一个民族。兄弟姊妹，原来因是四国漂流，咱讲漂泊流亡的阿兰人啊。但是咱看见以色列的祖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，因为饥荒啊，所以刷到埃及来架骹。开始人少少的，几十人啊呢。但是经过400年，超过几百万人啊，强个大，抵到埃及法老王，甲这埃及的百姓惊吓，开始来苦待因，甲因当作奴隶同款。因架骹伫埃及，对弱小变做强。所以，伫迄个中间，后来上帝带因离开埃及，倒转去到伫迦南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机会常常会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但是你要安怎做选择，会关系到你的成功甲失败。经济学顶悬有一个术语叫做机会成本。机会成本，这个观念会当帮助你来思考。简单来讲，如果你即摆收入若是10万块，但是你辞掉这个工作，要去创业，要开一间公司，结果你算算，你逐个月其实只有赚到5万块，那安尼是毋是你就损失5万？这个来讲，机会成本就是你愿意放弃你上大的利益。所以，当你要做决定以前，你需要评估机会成本到底有偌济。如果咱干那无闲伫工作，但是咱袂记哩亲近上帝，咱袂记哩爱注重咱的健康，咱袂记哩咱还佫有亲人啊。安尼是毋是你付出伤过大的机会成本呢？安尼咱是毋是应该将咱的骹步小可停一下，来检验一下？说鱼与熊掌都不可兼得的情况下，你要安怎来降低机会成本，才会当得到上大的利益嘛？雅各面对人生的选择，伫机会成本的顶悬，伊算甲真清楚。伊知影上帝才是伊上大的机会成本。上帝是你我最大的机会成本。安定的生活，甲军队上帝引带比起来，
这只是一个真小的机会成本。所以，雅各伊一直掠条上帝。上帝，你小的，伊甲掠着你若无祝福我，我绝对唔放你煞，我会互你走，有无？互伊的人生得到上大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假使你即马面对侪困境，你的工作有波动，甚至要失业。我甲你讲，你毋好干那一直伫现报纸伫找，你毋好干那一直拜托别人，你毋好干那一直上迄人力网要找工作。咱应该爱搁较侪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追求上帝，亲近上帝，追求伊的带领。阿们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，上帝当解决一切困难。咱做伙讲，你有相信吗？阿们。人生一定有存在最困难啊！我常常咧讲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。我嘛真感谢上帝，我甲兄弟姊妹勉励，我讲，因为你信耶稣了，毋是无困难，毋是无挑战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可能变作5、6，啊5、6还是有困难嘛，啊，还是有困难啊。总是你面对困难时，你有耶稣，有咱的主，你有无共款会当面对甲解决的路通行。申命记26章的第60到第80，以色列百姓安尼讲的：讲埃及人歹款待阮，苦楚阮，用苦工教阮做。对迄点，阮哀求耶和华，阮的列祖的上帝。耶和华听阮的声，看见阮的苦楚，阮的着磨，阮的压迫。耶和华就用大宽容的手，佮伸出伊的手骨，佮大堂囝的书，佮新约基书，带阮出埃及。看到这段的话，毋知你想到什么？社会，咱的国家经济确实无好，真正，这是事实啊！敢若差这几年差这多。我问，顶个月中，因为南港教会甲韩国有姊妹教会往来啊，我问因的牧师甲会友讲，啊，等即马经济安怎？韩国一个大学生，一个出来教国小毕业的，因开始的薪水差不多台票7、8万呢。前几工甲东工去澳门休困旅游。啊，阮的会友中间有一个伫澳门大学做教授，带阮去真侪所嘛参观。我嘛问讲，啊，一个澳门的小学的老师，一个毕业的人，一个月薪水领偌济？伊讲差不多9万到10万。我换做台票。台湾当时经济无改变，佫倒退，物价是一直起哦，薪水无起。所以经济无景气，会造成什么？裁员呢？有失业的危机呢？最近 HTC 啊，宏达电裁员偌济人？30%敢毋是？1万人伊就裁3000，30%嘛。你会面临收入的减少。你嘛可能爱第2摆过来找工作，甚至要好好维持你的生活，拢是会拄到危机的。未来3、5年，台湾若无改变，政府若无搁较用新的方法，咱所面对的问题会搁较多。伊是台湾搁一个问题，政府嘛有统计，台湾的大学生有超过20%，我若无记毋对，20几%。还是30%，是靠助学贷款去读册。
换一句话来讲，伊大学一个毕业，伊负债30-40万，一还未工作，已经负债30-40万了呢。所以，互咱来求救上帝，相信上帝会听见咱的声音，伊会看见咱的困苦，伊用大宽容的手甲伊的手骨来帮助咱。为着咱来行新约基础，带咱行出困苦甲危机。我要鼓励你，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唔通对上帝阁犹豫。咱爱信靠上帝，倚靠上帝，祈祷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信实未改变、永远未改变的上帝。阿们吗？这个世界的改变，价值的改变，经济条件的改变，总是你都爱追求迄个永远未改变的上帝。最后一项，咱阁讲，上帝要引带咱的前途。申命记26章第9节，阁带阮到伫这所在，用这个地赏赐阮。就是老年甲蜜的地，咱主内兄弟，一个楼骹，一个楼顶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坐伫这个所在，拢毋是偶然的，咱已经来到伫迦南地啊，阿免吗？50年啊！毋管是你50年前就来，还是你最近才来，像最近才洗礼转正入来伫咱中间。拢是上帝的恩典甲带领。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我看见百姓伫旷野试探上帝，埋怨上帝，偏偏离开上帝行家己的路，对路犯罪。但是上帝并无气杀因，离开因，反倒等上帝是。用伊的信息来羞辱的上帝，伊引带百姓离开旷野，最后进入迦南地。昨伫问道理，小会问道理的时阵，同款今仔日要洗礼中间，我听见两位，我的厝拢是拜拜，爸母也未死，总是因真坚定，无论如何，因已经体会入来到迦南地啊。因无要阁离开，因要接受，因想要紧紧拢归伫主，听到就真感动。咱遮的3代、4代，甚至5代基督徒啊，有上帝阁一摆怜悯咱，毋通袂记你起初的听甲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你今仔日，嘛可能亲像以色列人共款。为着环境，为着工作，为着你的收入，你来怀疑上帝，来埋怨上帝，试探上帝。但是上帝是公义信实的，伊要互你得到保护甲安全。所以你爱互伊引带你头前的前途，伊的确要为你开路。恩典满满的上帝。要看顾你的收入，伊要保守你的机会，要解决你的困难，也要引带你的前途。所以你做任何代志，你要将事一切经济活动，请你一定要互上帝排第一位，先求上帝国甲伊的义，剩的拢要煞互恁，阿们吗？咱的确都爱。善思上帝话，佮照安尼去行。第2部分，我要分享的是，咱来将11奉献归予上帝。做伙讲，咱来将11奉献归予上帝。11、11拢会使。10分中间的1分爱归予上帝。伫咱楼梯要起来所在，哇，大几排，我就问长老。也甘心乐意11奉献、11奉献，搁写一个60%。我都问我这是安那
安那会搭即张伫遮？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是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，爱通过初熟的土产这种的奉献来表达对上帝感恩。12节到15节进一步教导以色列百姓爱过11奉献来遵探上帝的命令。这不是公共的，不是普通的范围，这是命令。迦南教会，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会友已经有遵探，毋那敢若规定是11奉献。但是我也知影，我相信还佫真侪人毋捌听过11奉献的道理，甚至嘛毋知影这个重要性，也是讲知影，但是并无去遵行。我其实接触做找其他教派牧师，我捌的有够多。我常常甲因问，我看见在教会安怎进步，会有安怎，因敢若一点，因就是温群教导圣经的真理，爱兄弟姊妹去遵守安尼。我了解其他教派，兄弟姊妹遵趁11奉献的比例，拢差不多7成到8成，规教会。就是我讲起，咱已经是常常咧讲，长老教会是咱台湾的宗主啊，大囝，150年来，上帝偌济恩典伫长老教会，但是教势衰退，就是教会若用比例啦，今日我无时间讲这个，我有 PPT， 真正是衰退。若用甲规个台湾的基督徒人数的比例增长，长老教会完全无进步，佫倒退。我求上帝帮助咱，迦南教会一直是新德中的第一名，毋若人数甲奉献拢是第一名。但是咱袂当用安尼来自我满足。新的50年开始。我求上帝，互咱遵探伊的话去行，也帮助咱，因为咱的确袂当辜负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我今仔日要来分享的11奉献，这是圣经真重要的真理，嘛是上帝爱你伫财务顶悬得到福气的应允。所以我要请你细字听。斟酌听，听清楚了后，照安尼去行，用信心来回应上帝。无人会当看你，是你甲上帝关系。伫这部分的第一点，我要讲的是，11奉献是表明上帝主权。你讲表明上帝主权。利未记27章30节，既若地上所有的，无论是土产。也是树仔顶的果子，10分的1分是耶和华的。那边来讲，10分的1分是耶和华的，就最先归乎耶和华。这个部分你要分别最先。这10分之是先的，耶稣一再交代伊的问题。该杀的归于该杀，上帝归于上帝，什么意思？该杀是罗马皇帝，政府甲咱抽税对吧？该属的政府的，你的收入，你本来政府你有收入，我定讲政府甲咱抽的税超过一个人平均啦，上少就30%啦。你若较好个，可抽到40%啦。伫加拿大、欧洲的福利国家抽到50%啦。该杀的归于该杀，上帝归于上帝。唔通偷摕，所以你只有讲10分的1分是耶和华的，但最先归于上帝。咱既然宣告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所以遵探10分之奉献是表明上帝伫咱的心中有绝对的主权。我甲恁讲，你即马有的厝，
你即马银行的存款，敢是你的？咱一个断开，咱一个死离开世间，遮个拢毋是你的啊！你的厝爱过户，爱继承互其他人。所有银行遮个物件嘛是别人利用。我阁讲一摆，所有上帝互你的，你毋是遮个物件的所有权人，你不过是一个使用者跟管理者，你是使用者跟管理者。所有的主权拢伫上帝遐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来表明均摊1/10的奉献，就是将收入的1/10来归予上帝。等你愿意安尼做，就是接受圣经的真理。上帝爱咱收1/10的奉献，有一个足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，会当反映出伊的心态，甲伊的心思意念。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21节安尼讲：因为恁的钱财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咱即句读一摆。因为恁的财宝伫遐，恁的心也要伫遐。所以要对你金钱奉献，就看清楚你是毋是有甲主权奉献互主，互上帝成做你真正的主。上帝国理财的法则，就是爱你清楚，互上帝做主。那安尼，上帝就为着你负全部的责任。你无需要担心财务的问题，因为负责任的是上帝。当你甲1/10奉献伫迦南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内面，你就是互上帝完全甲你掌权做主啦。佮煞只我要讲，咱做伙讲，11奉献表明上帝的祝福。这个树毋是普通树，是拼福气、庆福啊！这福气用拼落来。申命记26章15节讲：求你对天里、对你徛起的圣所压落来看，祝福你的百姓以色列，甲你所收赐阮的地，照你所对阮的列祖咒詛的，就是老年甲灭的地。上帝的确要祝福迦南地，嘛要祝福咱迦南教会，阿们嘛。上帝设立1/10的奉献，绝对毋是上帝是丧凶，上帝欠亏，是因为一切拢是伊的。我甲咱讲，上帝一丝仔都无欠，反倒等，上帝互咱足多足多，甚至做到你无法度内底。你永远给不过上帝的。你安那互上帝，你迄偌济嘛无法度超过上帝互你的。马勒基书3章第10节到12节，咱注意来听这段的话。连续讲3摆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才有讲3摆。咱做伙读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恁着用10分的1分。完全送去府库，互我的厝。我用这个，看我个人甲你开天的窗啊，拼福气互恁，到无底通下无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我要有无过来？万军下骹有无下面有来遮吼来着？万军的耶和华讲。我要为恁责备草命，无容允伊毁坏土产。恁残年的葡萄树，伫未熟的大生，也无落粒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，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。咱的迦南教会要成做通欢喜的地，万国都免讲，恁是有福气的。我感觉你若细字听，
我对圣经头到尾60拢甲读过，我都无看到一个所在当试上帝试看卖咧。这是唯一一个所在，圣经讲你会当试上帝，伊的应允是毋是真的啦？上帝要鼓励你，特别你心心软弱的人，你爱试看卖咧，看上帝应允是毋是真的。上帝嘛要拍破咱迄个遭受丧凶的咒诅。当咱愿意献应该立，这圣经讲这是爱立的1/10。天顶的塔门为着你来拍开，上帝嘛要保护你的财产，不会让那个蝗虫、草莓啊那些吞噬者来吞食咱的财产。嘛要互有钱，我刚才讲有钱无一定会互人喜乐甲满足啦。我定定看到侪有钱人哦，嘛是忧头甲面呢，心内嘛是足侪重担甲烦恼呢。总是我相信，11奉献的祝福是要咱得到富足，但是佫互你无带着忧闷呐，就是你付出的时候还不带着忧虑，阿们吗？也会当享受喜乐甲幸福的人生。所以恳求上帝帮助咱。伫过去牧会、大啲教会、甲南港教会，我拢甲因讲，甲兄弟姊妹讲，你要试吼，你就毋好讲我试1个月看卖，安尼袂使啊。要试，上少爱半年6个月，甚至我大部分要求你爱1年后你搁评估一下，你试看卖。我较早拢无安尼做，毋过我试6个月，还是1年。你甲我讲，我挡袂牢，我愈来愈歹，我已经散甲袂动啊。好，无要紧，你才改变吧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无一个人要改变的，因试过了，拢照安尼继续做，因为因知影，因得到的是福气甲平安。对了这以外，上帝有加倍赐予因的心情，非常的奇妙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搁一摆鼓励咱，特别迦南教兄弟姊妹，请你的确着遵趁上帝话去行。最后一项。最后一部分我要讲的就是，咱的尊严在伫遵趁上帝的命令。就会讲，上帝要你尊贵甲荣耀，总是你爱遵趁上帝的命令。申命记26章16节到19节安尼讲，讲今仔日耶和华你的上帝命令你来行这的律例法度，所以你就尽心尽性执守伊来行。今仔日，你就承认耶和华做你的上帝，要因为你要行伫伊的路，守伊的律例、诫命、法度，听从伊的话。耶和华今仔日也要承认你做伊家己特别的百姓，照伊所应允你的，互你守伊一切诫命，佮互你对你荣光、名声、尊贵，搬过伊所创造的万国的百姓。互你归伫耶和华你的上帝做圣洁的百姓，照伊所讲的。上帝爱咱献上初熟的果子，也是1/10。伊的目的毋是爱你损失你的金钱，反倒等是伊要应允你会当得到伊的儿乐，甲你应该得到的尊贵。今仔日咱面临经济真无景气。你一直还搁咧烦恼失业、收入减少，总是迦南教会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会当继续来持守1/10的奉献的信心甲行动咧？我要挑战，特别咱中间，你现在拄着困境的兄弟姊妹，你毋通累钱，特别咱毋通一直想讲要搁来借钱去对借钱，因为愈借，你的负债就愈多。特别毋通用信用卡去借钱，无你会变做卡奴。少年的人、年轻人，你也不要成为月光族，每月花光光月光族。就爱伫你的收入的内面，毋管这收入是偌尼少，大声将10分的1分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。过去一直到现在，牧会教会，我甲青年人讲，恁拢也无可能无收入，总是恁拢有爸爸妈妈互恁的
零用钱。你的零用钱若是2000块，你逐个月就奉献200；你的零用钱若是5000块，你就奉献500。咱活伫9%的稳定的中间，就有够野。真正，就这年轻人真的这样做了。你爱安尼做，看上帝安怎为你来开路，安怎互你得到快乐甲祝福，安怎互你离开丧仰真做富足，安怎互你对卑微真做尊贵，互你无搁做金钱的奴隶，你爱做好的管家。真做上帝荣耀的百姓。最后结束前，我讲一个故事。美国有一个16岁少年人，家境非常的丧凶。迄个时阵，美国经济非常的无好，无景气，所以这个少年的老爸就鼓励伊出外去探食。要离开厝以前，伊的父母迫切为着伊祈祷。给祝福了，伊才出去。伊坐船离开家庭，伫船顶，这个船长是一个非常虔诚热心的基督徒，就关心这个少年人，常常甲伊做伙跪落来伫遐祈祷。伫船顶，船长就问这个少年人讲：“你有啥物专长？”伊讲。我伫厝里对我的父母会晓学，会晓做制作肥皂啦、纱文、地裤，安尼讲。船长就鼓励讲：啊，你有这个专长，你要继续往这方面来发展，并且甲伊讲：你无论做什么工课，你拢爱奉献1/10。后来，伊到伫纽约，伊就去一间肥皂工厂工作。这个厂长看这个少年的16岁，就派一寡杂工啊，一寡安尼蓝山工，互伊去做，干那互伊食甲大，但是拢无互伊工钱。总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半年，看伊遮尔温困做工，讲少年的，我逐礼拜，我互你1块做工钱，逐礼拜互你1块。安尼1个月有4块美金。这个少年呢，就将这1块中间的9角欠伫银行，将1角奉献给主。银行的职员就甲问讲：奇怪啊，哪有人咧欠9角的？啊，你1角对对？伊讲另外1角是主耶稣的。后来伊的工资。调整每礼拜2块，伊就甲1块8角欠入去银行，因为这公司有互伊食较大，所以就甲这钱。但是2角献给上帝，日子过愈来愈久，伊的收入愈来愈增加，但是有缘伊做1/10的奉献，并无因为收入增加就减少。伊就甲伊即摆存伫银行的这些钱，后来渐渐做了，就开始来买这间公司的股票。过几啊年了后，伊成做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东，并且佫是渐渐变做一个大股东。这个时阵，伊家己写，伊讲我的奉献是2/10互上帝啊。过几啊年，无想到，无拍算这个。肥皂工厂，这个头家来过身，伊的厝里人，伊的囝儿，拢无人要阁继续经营这间工厂，所以这个少年人，伊就买这间肥皂厂，家己来做厂长。伊的生意对小型的工厂慢慢扩充，甲变做一个大型的工厂，业务对小小的范围、地区性变做全国性。甚至慢慢扩展到全世界。当然，以后伊奉献就超过3/3。
伊为着上帝的家，为着上帝的事工，伊尽力的奉献，互上帝的家有教业的美娘，互福音会当讲传。所以上帝阁特别赐福伊，互伊愈来愈多丰富的钱财。最后伊安尼讲，伊家己写伊讲：上帝啊，我即马钱用袂了啊，我不过是你的管家呐尔。即马我是家己用1/10已经足有够呀，剩的9%拢归互你。伊的奉献变做9%。真系兄弟，你知影这人啥？高露洁 William Colgate， 你捌用过即排起膏无？高露洁你拢袂用，我讲这人是伊啊。宋香定定会互人失志，互人灰心，互人失望。我们毋是讲一句话吗？人穷气短。少年时宋香的高露洁，伫人看起来，伊有啥物愿望？伊敢有啥物机会？当时伊嘛绝对袂想到将来有一天伊有即种的成就。总是伊听叹伊的父母，伊听叹尊长的鼓励，学习1/10的奉献。伊甲上帝立约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上帝赐福伊，互伊一步一步经历着丰盛、富足甲尊贵。申命记26章16节到19节的经文中间，对咱咧读中间，是毋是连续出现3摆？今仔日，兄弟姊妹，都是即嘛，都是今仔日。今仔日上帝所吩咐你爱遵行的，你要安怎开始嘛？今仔日就是上帝要甲立约的日子，表示你若愿意遵探上帝的教示甲命令。要遵守1/10的奉献，安尼你就要看到上帝伫今仔日，也要照伊应允你的，伊要认你做伊的百姓，伊要互你得到学乐、名声甲尊贵。上帝应允是真紧的，伊的祝福是两边都到。你今仔日愿意照上帝话去行，上帝绝对袂等到明仔载才来改变。上帝嘛袂等到明仔载才来回应你，你今仔日就回应。上帝也的确要将伊的应允实现伫你未来人生的前途内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相信的讲阿们吧。你爱突破经济困境吗？不管国际，不管台湾的局势到安怎。徛起伫迦南地，在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搁一摆来听上帝话，咱用1/10的奉献来拼经济，互咱做伙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当心来祈祷，万关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疼痛，自过去到今嘛，阮一直伫你的疼痛甲保守的。主啊！求你，互阮无袂记伫你的好，无袂记伫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真做一个会通感恩回报的人，互阮会当知影，你爱阮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搁开当记你，阮将阮收入的1/10的1分来归互你做圣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